来，这个风台透早4点外已经为桃园的新屋来出海，但是花莲也是继续在落雨，尤其是和平车站的外口，因为瞬间的大雨加上排水不良，淹水已经淹到一个车轮管。船长讲，这个所在见若落大雨就淹大水，进前就针对着排水的问题会勘滚啊改，但是也是无改。 强风大雨，和平车头外口已经做大水，关度更要淹过一个脸啊悬。火车站这边全部都淹水，从和平村过来是在路上，到处树木都是断掉的，很恐怖。船长强要徛袂在车头外口拢淹水，其实昨风台登陆前就已经伫宜兰花莲交界所在伫长势，当时各个登陆点离和平车头就真远。 伫风台还未登陆前，和平村就已经有真个所在积水啊！驶车的时，车会咧海来海去，风正透。因为大雨排水系统卸袂掉，才会造成淹水。强风大雨伫花莲造成的灾情，佫毋若即件尔。 排水系统袂赴消化这雨水，就咧流入地下道，面顶佫咧流水，市区北滨外环地下道嘛变成一条溪。目前这个水淹是已经超过了我的脚踝这边了，而且呢，越往这边走，这个水是越来越深哦。尤其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排水沟上都已经是布满了枯枝。还有树尾未堪要风台一扫，当伫出入口已经有封锁线，禁止通行。就惊讲有车入去时会卡伫内底，袂沉袂动。啊，就算即马风台已经出海啊，也不过伊所带来的风甲雨威力依然真强，造成花莲各地有淹水的灾情，嘛提醒乡亲，若出门的时一定要细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